歹势，嘿，毋过我拢共款的操作方式，好，安尼有清楚啊啦吼，好，台南的土哪会黏踢踢吼？你像阮兜是做室啊，阮兜是种切啊，迄种切啊土就爱较黏的，袂使刷，你若刷一个吼，迄水饮的伊就拢无去啊。我即摆要讲的毋是即个意思，好，伊就讲，迄个有，迄个我有甲伊迄个啊，讲台南说台南啦吼，你讲到台南，你的头一个印象是啥物啊？毋是印象哦，咱即马头拄仔我甲咱阿姊咧讲的，讲咱爱标准化，比如讲印象，第一个读做印象，不离可大家拢讲印象关系啊，所以咱即马就利用借即个机会，甲大家讲印象，为什么叫做是印象呢？这毋是今仔日要背回的重点啦吼。好，咱即个台语为先啦吼，比如讲黏踢踢啦吼，黏踢甲面踢，这两字这就是汉字的写法因两个黏踢踢分袂清楚，真济咱老师也是囡仔咧准备比赛，也是咧训练的时阵，黏踢甲面踢都分袂清楚其实黏踢你发现无？伊字边拢是这个词，对吧？这个词字啦说啦这台语读做说说啊，就阮兜捌种过即个说啊咧做扫帚的好，所以你有看无？黏踢伊的倒手边拢是说，若面踢咧，面踢的倒手边啦拢是马，当然马伊高写的时阵，伊即点伊上下底即点当然就较短，毋过因为伊若做字边的时阵伊的正手边爱有字，所以伊就扭较长。不离个伊拢是共一字，拢是马即个读做马。讲到马，伊就是第八条因此是啦咱的少年一辈咧讲台语啦也是讲家己以北的第八条伊拢会简单化，要看我第四条，甚至有人会变第一条去安尼当然无问题啦迄是算做变一种大家讲话惯势。不离个若是会当，就翻马，咱就该读第八条。安尼你若咧变调的时阵，就较简单，较袂写毋对去啦这嘛事实甲大家讲一下安尼。好第八条你甲学起来比如讲我讲翻马，你讲翻马，你若咧罗马拼音的时，你写罗马拼音时，你会反正你会写第四条去。但是你若就我咧讲翻马，我就袂写毋对去这是甲第八条当做你的生活用语，对你来讲应该是真有利啦好，咱来看，阮台南到底你认为是古都，也是甜，也是牛肉汤，也是大面，也是三文鱼，也是无米乐，无米乐就是阮后壁阮后壁遐的米，叫迄个无米乐，也是咸水芳泡，也是白河的莲花到底倒一个上会当代表阮台南的文化？真侪人一定拢会讲，老师你会当写伫咧信息栏内底咱来看讲，老师你认为倒一个是上会当代表即个阮台南的文化就我家己的迄个，我家己的想法，今仔日咱的主题嘛，所以当然我家己的感觉啦今仔日爱来讲一个，倒一人摆头壳啦我感觉就是咱今仔日的主题。甜，对老师真厉害，这像我腹肚内的面谈，甜这因为这是咱今仔日要上课的重点嘛，要背的重点就是，阮台南就是土甜，空气嘛甜，人嘛甜当然你茫去找你特殊的一寡朋友，规个拢油头甲面，面凹嘟嘟，迄少数可能伊心情无好尔若无，阮台南的甜是一种。迄个人情味啦真正你去网络顶悬看，你就知影，迄外国人来咱台湾伫问路你讲迄个，你甲问路，你若问着阮台南嘛，我若是有闲，我会讲若无介远，无我带你来较免讲甲花哥哥我捌去过一个县市去问讲迄个所在要哪去，逐个拢甲我讲毋知影呢。嘛，介奇怪，
可能我去警察局念，你警察也无啥要插我。我对迄个城市啦吼，印象就毋是讲介好啦吼，迄就是安尼啊。啊，尾啊当然，因为迄阵无迄个无故宫的地图嘛，无Google，无带路机啊咧甲伊带嘛吼。哦，我伫咧就是我，所以这是我倒来台南啦，有人咧甲我问咯，我若无介意，我就讲好，我带你来安尼吼。所以阮台南人嘛甜啦吼，所以这就是咱今仔日的主题。台南土黏天天，甲人黏条条，好，这就是咱今仔日的主题啦吼。所以叶一德，咱的台语的那个作家、文学家，也就是写台湾史讲这位，阮台南人叶一德，伊就讲，台南是一个适合咱人做梦、做事、恋爱、结婚、看过日子的所在。有影啦吼，伫台南你就是慢慢啊过日子。你若过，你若从拜六礼拜休困日，你去台南的古迹，比如讲你去迄个孔子庙迄个园区，也是你去安平的旧街啊，拢好。你发现讲足侪人也是去国华街去遐食好料的其实你著莫问我讲，迄国华街对好食。我伫台南徛去60几冬啊，我佫毋捌伫国华街食过物件，因为我拢伫阮兜附近食尔。因为遐近啊嘛，我巴肚枵，我来等来厝里，我实无应该啦吼，无应该。不过我是甲大家讲，你若毋是迄个分子了，阮台南就是安尼静静啊，逐项代志拢安尼慢慢啊。比如讲，我咧常常有机会去天龙国，就是去台北，去做代志的时阵，我若一个落即个台北车头。迄就是人有够济，行路拢有够紧的安尼，即款这就是大都市的生活。其实我拢袂惯势，你若讲叫我去住台北，我可能无偌久，我就爱讲以前啊，因为我的个性就无适合，因为我可能嘛是因为我自细汉到大汉，我除了有3冬的时间，2冬去做兵嘛，2冬去做兵，当然就。较无住伫四界走啦，阮野战部队落基地四界走，所以嘛走介济所在。比如讲，阮的驻地就是伫青山港，阮爱落左营基地，阮爱落斗六炮兵基地，阮爱落恒春的迄个三军联训的基地，这拢走来走去，逐个所在拢足好诶。毋过到尾啊，我也是感觉倒来台南上介好。我分发，我当做老师时，我是分发去嘉义大埔，就是三文水库遐。敢若这几冬就是71年到75年，我暂时离开台南这个所在。为75年开始，我就搁倒转来。我感觉叶泽德老师讲啊真好。台南确实是一个适合咱人做梦的所在。为虾米？就因为有一项物件，甲阮台南的这个生活科做伙。甲阮台南人黏伫即块土地，所以迄阵我毕业了咧填志愿，我当然第一志愿就是台南。不过因为我成绩过头好，是阮师专生，本来是考成绩的，我不是咧补考重修，成绩过头好，所以我就去山顶，我就去大埔安尼，有机会我就去考倒来，考倒来台南安尼。所以今仔日我就我家己的经验。来甲大家探讨，其实今仔日最主要要讲的主题是糖，就是糖啦吼。好，糖就代表甜嘛，甜就会黏嘛，所以这就是台湾土、台南土黏天天，甲人黏条条，上介主要的原因啦吼。我嘛要利用这个时机，甲大家来探讨主要除了文化以外，其实是台语的讲法。这台语是安怎讲？而且咱这线顶成百位老师，你可能有咧训练囡仔，还是讲你有咧练写台语词？有一寡词你可能是练习练过，不过这个词其实是离阮兜是日常是日常。咱来试看觅。这就是江湖中的传说转汤匙的传说。好，有一位外国的盲僧。
就是网红，伊咧想要来台南，伊就伫网络顶管，就问大家讲，台南有啥物款的特色？哦，好，即摆就有网友真有创意，伊就甲伊讲哦，我甲你讲，你若去台南哦，你若要食棉仔糖，棉仔糖就是迄华语叫啥棉花糖哦，你若要食棉仔糖哦，伊讲你先去买一车棉仔糖，就是糖葫芦。阮台南其实除了你去迄个啥物啊，观光区，若无伫台南买棉仔糖有淡薄仔困难，我拢走去兴达港买，兴达港迄个市啊遐，伊咧卖鱼啊咧，遐有人咧卖米仔糖，所以你先去买一签米仔糖，先甲食，这米仔糖有够甜啊，食了签啊野咧，耳朵歹徛咧。台南西沙咧，当然伊台南就是巨虎城啊，嘛无包含阮安南区，我是住咧安南区。你甲西沙咧，你要西沙咧真简单啦。阮台南就是外环道啦，虎城外环道就是中华东路、中华西路、中华南路、中华北路，是阮的外环。我甲台南考一日，你若要来台南佚佗，你要甲台南考一日，我迄教真简单，这路就是共一条路，中华东西南北。我若做市长，我就要甲伊改做迄个虎城东路、虎城西路安尼吼。好，阮台南敢若无虎城路哦。好，甲伊改一下好，同我做市长咧吼。来，耳朵摆，甲徛咧，西沙咧就徛安尼哦。安尼你手里就有一支棉仔糖通好食。这意思就是啥物？台南的空气也是甜的，也是甜的啦吼。这是第一个传说啦，大家会当试看卖啦吼。迄个外国的网青个掠准是真的咧啦吼，这嘛真的是表示伊对糖个就无介了解的款啦吼。好，来第二，特别讲这个故事日治那时代就是日治时代啦吼。阮当讲日治那时代，就日本人在台湾的时代啦吼。日治那时代，台北有铁道旅馆像较早咱若去火车头较大站的，伊拢有铁路餐厅嘛。铁路餐厅伊顶悬就是有铁路的旅社。这是咱台湾上界高级的饭店，有下晡茶，叫下午茶。迄阵一个大学生的月俸80块，一个普林，一个普林就是即届迄个国小组，国小组的即个朗读课内底，过来文老师伊就写着布丁，布丁伊的日语叫普林，伊普林，佫一杯红茶哦。一粒普林，搁一杯红茶16块，你的比例是1/5呢，是毋是啊？月级的5/5呢，是一个下午茶的。好，你若该换算这个薪水啦，这个薪水大学生，譬如讲以4万块来讲啊，一个月伊的月级4万块，你一杯红茶是8000块呢，是8000块5/5嘛，是8000块呢。这有影阮母啊讲，你食要做皇帝哦，你敢食会落？你摕月俸的7/5来食一粒普林，搁一杯红茶，伤蛤蟆啦，伤蛤蟆。尾这铁道旅馆嘛伫阮台南开分店咧，这普林这套餐伊嘛顺续传过来，正做阮台南上早卖普林的所在。这普林的甜蜜就伫阮台南破开，甲阮台南起做一个普林之都啊，布丁之都啦而且各位老师若有兴趣啦咱来约看卖啦咱来约看卖。请问，你若像咧食普林的这逐间我都食过啊我是种无爱食甜的啦我无爱食甜啦不离个其实我买这拢咧做迄个伴手的啦比如讲我去训练囡仔我着迄个保温茶炸咧，我会去买这啦无俗了，这一粒50-60块了甲囡仔若表现好，就互一粒，你搁加爱歹去所以就真费气毋过我感觉就是要甲甜分享互大家啦大家要看卖好，这是对一个普林啦对一个牌子的，各位老师可能除了台南人较清楚以外，别人可能无啥清楚啦不离个是安尼。
就是讲，迄个真要叫大家嘛无方便啦吼。好，啊，大家可能无解清楚吼。伊个字是叫仔式的。哦，这个李老师有概念吗？哦，李老师这个毋是音波，这是这个好。哦，答对了。老师介厉害咧，这就是伊咧倒，哈，伊咧倒布丁啊，无毋对，伊咧倒啦吼。好，即摆你去遐买报我的名，佫较贵哦。这伊咧倒布丁哦，啊有山药，我爱食山药啊。因为山药嘛是阮台南的一个特色，这毋是咱今仔日的主题。其实咱嘛当用另外一个时间来甲大家讲山药为什么山药故乡哪会伫阮台南啊？这个主题嘛介趣味啦吼，这嘛是阮台南文化一部分。好，伊咧套布丁来，要看麦，这是啥物布丁？迄个他拄啊，迄位老师你应该阁愈清楚啊，这是伊的特色。伊上有代表性的其实是这个这个好食的这嘛是对一个老师感觉要看麦而且迄个因为运送的关系，我也歹势讲答对了，我就送你一盒啦吼。哦，你嘛小商本啦吼。好，这他拄啊，老师肯定嘛毋知影对毋对？毋过他拄啊，老师摇着啊呢。咱第一位摇的老师李老师李老师摇的就是对的对啦，焦糖是焦糖是伊的原料啦，伊糖的原料，不过伊的做法呢，什么是焦糖呢？对，这是阿祖老师是对的啦，果然是台南人啊。这我有顶礼拜我先把厝烧去就是讲。阮遮拢有冬瓜茶嘛，逐个拢去宜丰冬瓜茶，你拢去买一杯。其实迄足贵诶，你知道？我甲你教，你去买冬瓜茶，迄一茶兄起比如讲迄一茶啦50箍，伊可能会当煮20-30杯，所以我就伫遐家己熬，我家己伫遐熬迄个冬瓜茶，我当来甲熬做原酱，无介济嘛，因为迄一茶安尼。我就甲牵咧水里，水嘛无介济，因为我要倒咧罐仔内底冰起来。结果我来遮做工课，阮灶骹离我遮近就是边仔尔。等阮某2-3楼，伊闻着焦糖的味，伊就讲无你是咧煮啥我就开始看到白烟规个拢青烟紧关起来，规个拢鹅甲，迄就是焦糖伊迄就是冬瓜露嘛冬瓜露要加糖安尼。你讲的焦糖就是这银波。好，袂歹老师真好。来，银波布丁，这字我就是看伊迄个注册商标伊就是迄个红色的字红色的底呢。这有经过科考的呢，迄字毋是黑白写的呢。这个上好用，各位老师，看伊的外形，这嘛是台南真有名，这伫个安平路迄条路拢有啦伊的门市拢有伫遮安尼。这就好药好伊就是红砖啦伊做甲像砖安尼，好无伊是迄个粉红色的底白色的字啦好，这就是红砖不哩袂歹，好食啦不离个伊一粒拢差不多加一粒便当，差不多价钱拢差不多啦世界贵的啦佮甲阮母爱久的讲一下，食要做皇帝啦好，来，这个这个我上介意啦较早我去咧教幼稚园的囡仔，我就是拢炸这去。这间本来倒即嘛佫干那咧卖这项，我去拢买这项尔这项你有所以你看嘛，这是毋是？真有创意甲迄普林甲放伫迄个啥物放伫迄鸡卵内底啦对，这就鸡卵普林嘛伊其实拄开始做的时阵，伊是有一间店的，这是阮台南真有够称的啦这间叫做几分甜伊的店名叫几分甜伊可能是开了伤紧，就站店啦几分店开了伤紧。
哦，啊，到尾也怎啊收起来，哦，啊，这差不多是10当前嘛，我10当前收起来，哦，啊，我来去幼稚园上课，啊，我就拢准备一卡冰塔，哦，就去啊，啊囡仔，迄幼稚园的囡仔差不多到半点钟就爱休困啦，哦，啊，就互因食，迄个几分甜哦，因若看来这哦精神就拢来啊，哦，这叫做鸡卵壳，不哩，哦，因为伊真正是，当然迄毋是真正的鸡卵壳，迄是用模仔去做的啦，不哩个做到有够成的成啦，吼，好，安尼你就知影讲，其实佫有哦，像老师讲的，佫有几若间的啦，吼，啊，比如讲迄个，头拄仔老师佫有讲一间的，迄啥物啊，就伫阮南台附近，嘛就一间嘛是真有名啦，吼。哦，方南川咧，迄种介有名。哦，好，啊，所以大家有闲来台南，就是爱食甜就对啦吼。你来到台南，你就甲家己当做一只好神，安尼就对啦。吼，好神贪甜啦吼。好来，第三，阮台南市，你去网络顶悬，尤其去好问个像南一中的囡仔吼，伊就讲台南人啉这手续茶就是手摇饮，拢嘛全糖诶。当然，我例外，我无爱，是我诶关系啦。我无爱食甜，我个老啊，咱人老了，当然你袂使食伤甜嘛吼。好，点猪脚、板豆菜、五柳鸡哦，这阮母啊上高煮诶，咸鱼意面、米糕、润饼。我毋知影各位老师恁兜咧食润饼，有咧掺糖无？哦，阮兜食润饼一定爱掺糖甲土豆腐啊。就我知影。阮台南上界有名诶，即个润饼店，就是伫国华街头一间，伊叫做金德，真德啦吼，金德，我毋捌食过啦吼，因为阮兜润饼拢阮家己煮诶吼，家己教诶啦吼，啊，伊诶润饼嘛是拢包，拢伫中央内底爱放糖粉甲土豆腐啦吼，哦，迄食起来也有咸诶，也有甜诶，哦。随望咱台语讲，食咸、食甜、食咸，臭骹片黏。啊，阮兜是讲食咸、食甜、臭嘴边，那是为了押韵啦吼，那是为了押韵。老师不要听邪听打，你就甲伊拍伫个细心话内底哦。看各位老师的台语能力好无？我搁讲一届哦。随望讲食甜、食咸，臭骹片黏。也是阮兜咧讲诶，食咸、食甜、臭喙边，总是有甜，就是好食啦。简单讲，真简单啦，因为较早糖是属于足贵诶物件。啊，我细汉拢毋知影糖足贵哦，因为阮兜有咧炒甘蔗，炒甘蔗你交互开车了，其实伊会互你一包糖，我毋是一包糖，我毋一布袋糖，所以阮兜毋捌欠过糖，阮兜糖红啊，内底拢糖。所以我就无感觉糖足贵，我是尾仔开始认捌代志了，看者了才知影讲，哎哟，迄原来糖是不哩啊贵诶物件咧。哦，伫古早啦吼，哦，伫古早啊，因为阮台南人真好客，所以为着要展现阮台南人对人客好，所以阮甲上贵诶即个物件摕出来，就是糖。啊，除你互你做盘手炸糖以外，阮伫个菜内底拢甲伊掺糖，拢甲伊掺糖安尼。哦，互你食甲过瘾一下，所以你来阮台南，有个人是食袂惯势。比如讲，我读研究所诶时阵，阮所长，哦，伊捌做过阮台湾文化研究所诶所长，哦，阮诶关志明老师，哦，伊尾仔做南台附中诶校长。伊讲伊来台南20-30冬，伊就是袂惯势台南食诶物件，较愈啊甜，哦，所以伊吼。伊感觉这是伊上袂惯势诶啦吼，这是上袂惯势。我你台南诶物件啥拢遐甜，安尼啊，我是惯势，我毋是一个爱食甜诶啦，也毋过我爱惯势啊，因为我自细汉，阮兜阮母啊，尤其是阮母啊府城人啊，阮母啊是伫个因兜本来是住伫个婚姻机场附近，啊，尾仔是因为即个。迄个婚姻机场附近的美军哦，伫二战的时阵哦，不是来扫射、来轰炸哦。啊，阮外公感觉安尼危险，所以才搬来我真大中央即个所在啊。好，来啊，这就是啊，所以伊就惯势，啊，伊咧煮菜拢会掺糖，
哦，念咧主鱼啊嘛是哦，啊伊车在煮诶叫做豆油糖，破豆油糖安尼，迄物件，我着食惯势。你叫我直接食糖啦，食糖啊我无啊，但是迄菜内底有糖，我个我接受，阮某拄啊倒冰，好，食咸食甜，臭喙边着，臭口，多谢老师，果然咱歌手离民间啦老师甲我头讲话拢写出来，食甜食咸，臭咖啡黏，咖啡黏就是正骨啦，咱咧骹下半截迄个正骨啦喙边就伫遮啦啊若臭喙边爱抹啥你敢知？即个物件嘛是阮台南迄个所在特产，麻油搭，麻油搭就是煎麻油了留落来迄个踮册底迄个沉淀物，叫做麻油搭，有麻油的香味，甲伊抹一下，好，所以阮台南的七股啦、安定啦、西港啊啦、善化啦，这几个所在种麻种上济啦，安南区嘛有，种麻上济就是芝麻啦，就是芝麻，所以。你若讲要讲阮台南的主题，足侪人去讲啊！这拢是我的生活经验啦好来，土土鱼鸡阮台南土土鱼鸡最有名。较早伫个旧的，伫个70几年迄阵，阮的台南的火车头，你落火车头了，伫个博爱路就叫博爱路，正北门路，迄边啊上济咧卖，就是咧卖土土鱼鸡。因为牵鸡啦这今仔日咱应该无时间人讲这个主题。就是讲，咱台南除了糖以外的甜，就是牵鸡的物件。台南毋哪遐时间牵鸡咧，这个另外一个主题。就是阮台南嘉南、阮嘉义、台南、甲分林种番薯上介济。阮种的番薯无好食因为迄是咧交互粉茎，粉茎咧做淀粉咧，交互粉茎做番薯粉咧。所以当初嘉庆阮游台湾的时阵。伊讲竹山番薯个上介赞，我食番薯食到要吐啊！因为阮兜番薯就歹食，我尾仔才知影讲，我有去竹山食过番薯，因番薯差不多阮台南咧做高粉茎的番薯，差不多3分斤尔。原来阮台南的迄个番薯是为着要交互粉茎要做番薯粉的，所以伊番薯的品种就是上大条、红皮白心的。迄个番薯袂使会甜，但是伊产量有够大，迄交互粉茎上介好。阮兜附近就一间粉茎，这有用才来讲，就是讲，阮台南的牵鸡的物件，拢是甜的，你内底一定爱，其实伊是本来迄个味的甜味就是讲番薯粉，伊本身就有甜味，所以你若来阮台南食土土鱼鸡，也是食即个腐水鱼鸡，其实你会感觉这鸡拢小可甜甜，有真正有含糖，有是本身即个番薯粉，也是太白粉，太白粉就树珠啦。阮遮树珠嘛是有人咧栽树珠，树珠就栽伫较溪仔边迄树树啦也是有人叫木树啦阮台语叫树珠啦好，所以你就知影讲，这阮全糖市的传说，这个糖其实是全甜市的传说啦好，来，这有图有真相，好，这是我下晡时啊但阮兜有人客来，还是阮姊也要转来这。合肥市场、合肥市场，伊下晡市因为单位足济，卖好食物有够济，所以我就走去买猪卡，这也是腿裤。你看这猪卡甲腿裤，伊当然你爱烧的嘛伊毋是拢硬起来伊就是下底有一个螺仔伫遐行。好，你看佫会铺啊有啊？这佫咧铺啊伊下底就是铺甘蔗。我就问头家讲，头家啊，你这，因为我第一届去买，我感觉安尼我甲买转去了，阮某学了甲会答字，讲即个你对买，咱遐尔好食，你逐届我若，伊若阮某甲我问讲你对买，我就袂去我你对买，因为我老啊嘛，老饭店啊，独即搭我就记条是安怎？因为伊伫路仔顶悬全部拢铺甘蔗，伊甲我讲，迄甘蔗伊家己栽，品质保证，所以这就是有图有真相真正你看阮台南连咧迄个落猪骹落腿裤，拢爱铺伫个甘蔗的顶悬好，阮颜如老师讲食柑仔蜜混豆油糖，迄内底还佫有姜的颜如老师，这互咱迄个少年的好主意对不对？加一粒迄
迄阮叫做红叶乌叶啊，哦，啊，甲切做四周，哦，啊，即嘛，迄个糖倒落，哦，放我糖，你红糖，迄个二级糖，啊是迄个特砂拢会使，啊，即嘛甲伊倒豆油落，哦，这豆油上好就是迄东成豆油，哦，阮台南有名东成酱油，哦，东成豆油迄足甘诶，啊是阮下啊，阮下啊乌豆豆油啊倒落。哦，啊，即摆爱放姜，姜切丝，甲伊放落。哦，迄个滋味有够赞诶！较早阮南市附近有一个阿福伯啊，也是去迄个丽丽，哦，丽丽冰果店，伊就有即味诶，哦，报大家啦吼，迄叫做迄个阮叫做豆油糖啦，哦，豆油内底有搁加，还搁有加姜，哦，迄个真正像爱情诶滋味，五种气味啦吼，真正赞诶！即甲大家报一下安尼，哦，啊，你若来遮，你若来阮台南食食，了后你感觉爱着台南，你着来阮台南住，阮台南诶厝也算俗诶，吼，你若厝买咧，我拢甲阮台南诶朋友，伊就讲，哦，台南诶厝遐贵，哦，迄透天诶一间2、3千万，我讲哦，你先去台北去行一逝顿来了，你就买落啊，哦，迄台北连迄一间细间拢算亿诶安尼，哦，所以阮台南诶厝也去俗俗啊，吼。所以俗俗啊卖啦，啊俗俗啊卖好，你看，这就是台南的甜。啊，即摆咱就话搁翻头啊，台南哪会遮认真？机关藏伫咧仓库内底，为即摆开始，咱就要来讲阮台南糖的历史啊。好，所以咱先来解说即句话：台南土黏天天。即句俗语啦，是咧形容台南的土会黏人的骹。毋是打马甲会黏着骹尔，吼，是黏台湾的土，也会黏着骹，吼。相时，伊嘛摕来比喻台南人热情、好客，互人若来到遮，就无想要搁离开啊。其实我去到每一个所在，我嘛拢即个想法。我若去到彰化，哦，我感觉彰化足好诶，我当住遮真赞。我若去到麻里、苗栗，我嘛感觉即个所在袂歹，我嘛想要留落来。毋过，咱一个人敢若当住一个所在尔，哦，所以到尾我嘛是会倒来阮台南，啊，而且我就是一个上好诶代表，因为其实我嘛有机会去台北啊，我嘛有机会去新北市啊，哦，那我若是想要出去拢无问题。啊，我南市诶同学，阮南市诶同学36个，其实有一半以上是拢台南人，啊，10个有9个到尾拢去倒来台南，差不多剩一个留伫迄个。他乡外里，哦，大部分拢也是搁倒来台南安尼，哦，啊外口来，就我知影真侪台南女中，我熟悉的，哦，啊是阮南大，也是高中老师，也是阮台南的老师，真侪，到尾啊来台南服务，伊就留伫台南啊，哦，留伫台南，这个证明台南土黏天天，好，啊，即句话的背景，咱会当连接到早期台南的做糖的产业，自当时啊。台南是台湾糖业上界重要的产区啦，吼。啊，甘蔗糖，因为咱做糖啦，吼，咱做糖有2种原料，一种就是甘蔗，另外一种就是甜菜，叫甜菜啦，吼。啊，当然，全世界糖的产量是以甘蔗糖，甘蔗糖是较热带的嘛，啊，甜菜是较寒带的，所以无论是伊的迄个口味啦，吼。也是伊做糖诶，即种迄个效率啦，吼，当然是甘蔗加较好啦，吼，甘蔗加较好。所以即个数据我袂记一粒，应该是讲差不多有7、8成，咱世界诶糖是用甘蔗来做，吼，甘蔗来做。所以甘蔗诶生产啦，吼，甲外销吼，拢足请赢。所以用糖诶黏性来形容阮台南人热情好客诶风土人情，上界到达。所以才有即句话，台南土黏天天，哦，这是伊的道理。哦，啊，这到达就是上界贴切啦。哦，咱台语叫做上界贴切，叫上界到达。好，比如讲，阮若伫咧介绍台南的古迹的时阵哦，就是讲，比如讲，你咧绍介即个迄个台南的赤坎楼，毋是赤坎楼，迄个热兰地啊，就是热兰遮城啊，
所以就是你发现讲，其实伊咧做这个起做这个社的时阵哦，伊上早是用三合图去做的。好，所以伫安平旧街附近，有一个花，迄个花壳窑，花窑啦，伊就是咧烧，甲迄个蚵仔壳烧做糊哦。啊，去搅啥呢？去搅会黏的物件，两项物件。第一个糯米，这就是为虾米糯米袂使食伤济，因为糯米会黏，糯米做黏的，啊，再来米袂黏，所以日本人来到台南啊，来到台湾哦。伊讲，恁台湾的米开拢迄个无好食，伊食袂怪事啦，嘛毋是讲无好食啦吼。亲像我去泰国、马来西亚，伊个饭就是在来米，在来米就是袂黏。啊，咱已经食红来米惯势啊。哦，啊，这糯米因为伊会黏，所以用糯米汁，用汤锅加即个蚵仔壳花，哦，蚵仔壳糊，啊，甲伊拉，伊就叫做在三合嘛，三拍头嘛，这三种嘛。啊，伊就起来做孔庄啊，会墙啊，也是去庄仔厝的黏梯，就是黏着剂啊。所以迄个阮台南有一句俗谚语真趣味，伊叫做王城顶啊，这个狗遐8000斤啊，就是讲一只蚂蚁跳起来，敢若一只狗遐，一只狗遐8000斤，好像8000斤，其实毋是啦，啊，因为伊就是狗遐啊。伫迄个热兰地啊，就是安平古堡啦吼，安平古堡，伊个边仔伊遮个古迹，毋是你只看到个啦，是边仔遐有一堵墙啊，抑阁有伊个北边有一个地基，所以有诶国家古迹其实是迄两项尔，啊，遐有一堵墙啊，啊墙啊顶悬就有青啊，啊青啊就有树枝旋落来，啊就有迄是青啊，迄是榕树啦吼，啊就去狗遐咧爬迄个青仔根，啊，因那爬迄个青仔根，你山河图内底手较甜甜啦，所以成狗遐啦，所以狗遐才去咧爬迄个青根，伊是爬那个榕树的根啦，用台语叫做爬青根啦，所以有人听着就讲哇，你阁会伤悍，你台南的狗遐大遐条只，一只狗遐有无？爬青根，其实它是爬那个榕树的根，这谐音梗，所以阮台南的就爱玩谐音梗的。哦，安尼好，这临间有机会再来讲阮台湾的谐音梗啦吼。其实我想咱中华嘛是有啦吼，不过个比较起来，台南人佫较爱耍啦吼。谐音台语做海音啦吼，海音安尼。后来，所以知道大家小概三合图，哦，这就是啊，哦，这嘛是就是用这三合图来甲庄仔连起来，哦，啊会当连甲。迄个足暗的哦，美术性用化学做的啊，这自然的物件上介好啦吼，上介好。后来哦，所以三百多啦，这就讲着汤锅。啊，你要煮着汤锅，就表示这个所在有咧栽甘蔗，有咧插甘蔗啊，所以当然伊会去个汤锅嘛。你要煮着就较简单啦吼。好，所以咱做一个传汤市的传说，来台南做一个小小的结论。来台南走3年就有名堂，伫台南手续地爱注文转堂的。啊，你若讲我要转堂的，啊就讲哦，我以为你是台南人对无？伊就讲是哩，我就是台南人啦吼。啊，煮食爱掺糖的习惯，代糖啊，所以就一代糖一代嘛吼。不离个糖到阮即代，人就迄个人就甲你讲毋好食甜啊，对身体无好，讲啊嘛真可怜啊！吼，台南人人生甜蜜，久久长长，哦，这就是阮台南转汤市的传说啦，啊，互大家做参考。好来，咱即马正式进入第2趴。第2趴咱要开始来讲台湾糖，好记忆，旧汤铺，思想起。我毋知各位老师捌听过汤铺这个词无？啊，这伫阮兜是日常生活。不离个，若是较早恁即个所在，若是无咧迄个无汤厂诶，你可能就毋捌听过汤铺即个名词。所以伫遮特别甲大家来了解，咱为地号名讲起。哦，咱先来讲台湾糖4公斤。咱即马就
针对这个哆啦 A 梦哦，来倒转来到古早以前哦。好，咱台湾有记录的，开始有糖记录的，是伫1349年哦，王大燕伊写一本册叫做《德夷记录》，伊内底有一个琉球篇，叫琉球篇。伊内底是安尼写的：查甫的、查某的，哦，头毛拢拔起来，哦，啊用花布做衫，煮海水做盐，哦，结甘蔗浆做酒。嘿，你看，伊甘蔗，这是咧讲伊有咧炒甘蔗，就是伊这琉球啦吼，应该就是咧讲台湾，好。啊，伊讲这个人吼，穿花啊布的衫。这就是原住民啦，吼，好，啊，煮海水做盐，你要加讲诶，吼，海水就煮做盐，啊，伊吼，甲迄甘蔗浆起来结做酒，所以其实大家应该知影古早时诶米酒，较早古早时咱迄个公庙局做诶米酒啊，我细汉诶时阵吼，迄个一罐9块，我永远会记得，我食咧买米酒嘛，吼，因为阮母啊，迄个煮菜拢食咧用米酒，阮兜是无人咧啉米酒啦。不离个，我食去买，一罐就9块。大家拢知影吼，较早米酒大部分拢内底米足少诶，拢是糖蜜啦吼。糖蜜是咧做糖诶时阵，产生诶一种副产啦吼，一种副产，伊叫做糖蜜，伊就是用糖蜜来做米酒诶。所以咱台湾人到尾也毋才会去是安怎咧？这才有规定，你诶名米粉内底都无米，安尼袂使。所以，就甲米粉即嘛正式叫做炊粉哦，因为伊拢是用迄个番麦粉咧做嘛，炊粉。所以咱台湾就是有迄个啥物啊？米粉内底无米啦，哦，米酒内底也无米啦，哦，安尼你就违反即个食品法啦，这就是迄阵有咧炒甘蔗，不离个是起来咧做酒诶，毋过因为有甘蔗，嘛是爱互大家了解一下。后来，过来第二个，到明朝啊，明朝的东番记，这东番伊就是咧讲的，就是白部族的。伊讲吼，伊的国有大豆有小豆，我都毋知伊的小豆是啥物豆啊，毋知啦。伊的菜色有葱啊，搁有伊的果子有椰子，有毛蛆，搁有血手柑，伊就写着有甘蔗，所以到明朝的时阵，你就发现讲，台湾这个所在真正有咧炒甘蔗，不过伊无写讲甘蔗是咧创啥，可能甲顶悬迄个共款，就是无直接起来卖，无就是安怎，无就是迄个起来做酒，安尼尔。啥物时阵咱台湾开始甲甘蔗起来做糖呢？等，这条若互老师写，你要看卖好无？咱台湾啥物时阵开始知影爱甲甘蔗起来做糖？这甲这个主角要开始出现啦，这是有关系哦。这个主角就是，伊是荷兰的准伊，阮台南的市歌，台南市的市歌叫做《安平追想曲》我咧甲教囡仔教这时阵。我拢会甲囡仔讲，我甲你讲，台湾话真正爱学。咱台湾有7声8调，咱有7个声调。伊甲即个音乐的大调音阶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哆来咪发嗦拉西真共款。所以台湾人讲话敢若咧唱歌咧，有无？即个像《安平追想曲》，伊的前奏就是噔噔啦噔噔噔噔噔噔啦噔噔噔噔。你甲换做台语就是，蹦一个地名，蹦一个地名，蹦一个地名安尼，好，过过来咧就要来看，无老师家己写伫顶悬啦吼，毋过老师写有真好，食甜心真欢喜，有押韵，有人讲迄个食甜食咸，迄个安怎福禄寿甜，这读做甜叫押韵，安尼袂歹。即马开始，咱台湾开始
做糖是荷兰人，做荷兰人伫咱台湾短短的30-40冬，替咱台湾留足侪物件落来，就包含山影啦，包含即个红桃啦，迄个什么啊，花莲豆啦，就是荷兰豆嘛，留足侪物件。荷兰人真介重要，伊伫咧帕塔维亚的城日记内底，伊就写5字：小人山甘蔗。小人就是即卖咖喱，咖喱啦，咖喱，阮住在咖喱的人，有那些拢会误会。你来问伊讲，同学，你住哪里啊？你就讲，我住家里啊。废话，你不住家里，你要住哪里？谐音梗。我就住家里啊，不然你要叫我住哪里？原来这家里不是厝里，是咖喱。好，17世纪荷兰的军队来到台湾的台湾，就是台湾大员啦，就是进来安平啊。简单讲就是安尼啦，这个大员指的就是安平啦，安平。伊就发现甘蔗，伊就开始引入来做糖的技术，伊甲做糖的技术引入来，因为欧洲的人因有啉下晡茶的关系。欧洲人足爱食甜，喝下午茶你无可能食臭豆腐啊，而且配甜的点心，所以因对糖的需求，迄个足大，所以你看，伊甲这糖叫做迄个吉密的迄个旁证，酿蜜的风种，因为我爱保留原文，好，伊就叫做酿蜜的风种，所以台湾迄阵甘蔗糖。大量出口到日本啦、波斯啦，波斯的中东迄个所在，帕塔维亚。所以你就知影讲，荷兰人已经甲咱台湾带入去国际社会啊。所以咱就将葡萄牙人画大声画福尔摩沙，就是美丽的岛屿。这时阵咱台湾就进入世界的迄个国际啊。所以咱台湾因为咱是海洋国家，所以咱入去这个国际社会的时机是足早。虽讲荷兰人是外国人，不过伊甲咱台湾的关系短几十冬，伊影响是足大，包含即个甘蔗。荷兰人除了卖糖以外，就是咱台湾满山遍野拢是花鹿啊，这是梅花鹿。迄阵日本建国时代拄需要即个因咧穿的战甲需要鹿啊，所以伊嘛甲北部族买足侪鹿啊，所以咱台湾才有足侪鹿的名，比如讲鹿港啦、粗鹿啦，足侪鹿的，足侪即个鹿，像迄个啥物啊，家己就有鹿草，有鹿丸，这拢是鹿。因为荷兰人就是伫台湾，敢若卖糖，搁卖鹿仔皮，就趁有够侪钱的，所以荷兰人甲咱台湾叫做因的金鸡母，内底有一个贡献的，就是甘蔗，就是甲糖买出去安尼。好，所以咱台湾上早做糖的，就是伫小人，这是旧式的糖铺，就是伫小人内底去做糖的，安尼，互大家了解一下。小人是平埔族，阮西拉雅的名，比如讲嘉义的平埔族，就毋是叫做西拉雅，叫做河汉雅。就是迄个本来阮台南的东山地河，唯有那是属于河海亚，就是洪雅族的。不过因为这是有历史的关系啦因为甲荷兰人的关系所以怎甲北头洋这北部人，我走去甲东山甲巴线，你看听甲巴线，这嘛是平埔族的地名，甲巴线，我甲甲巴线的迄个洪雅族。人我赶倒去低落山就是迄个嘉义，就是嘉义啦好，这是事实，甲大家做一个补充来说明啊。后来，咱来看到遐，到荷兰人了后，搁过来就是甲阮台南嘛是足有关系，就是明帝的时代啦这时阵因为地心讲来到咱台湾无介久嘛无介久因为伊欠粮食，因为北部族的人伊就无爱种植嘛，所以迄个地心讲来到台湾了，伊就实施屯田政策，
哦，啊，甲阿兵哥吼，就进就是农闲时期，啊，伊就是咧练兵，啊，就要开始种植啊，伊就去种植，啊，就设一个营盘田，这个营盘田，哦，就我是营区中央里的人，啊，阮遐拢营嘛，哦，虽然跋筊拢输嘛，不过阮的地号名叫做下营嘛，哦，下营，啊，阮遐有新营有旧营，这拢是地心宫留落来的地号名，就是这个迄个营盘田，就是营盘田政策之下，你像我说房，我的祖先就是对地心宫过来，哦，啊，对地心宫过来了，阮的房，你像阮中营，阮迄个所在，阮迄个村有一半以上的人是姓房的，所以我读国校的时阵，阮是以村做班级的，啊，阮读迄班就是中央村、中营村，阮迄班有1/2强都姓冯，啊，就是对地心宫过来，啊，不过对地心宫过来这个时阵，伊无时间人去种甘蔗、插甘蔗，因为食饭得袂赴啊，所以有一段时间哦，无时间人去迄个管顾甘蔗，拢咧种米，哦，拢咧种米过三顿、过八顿。听后到伊发现讲，嘿，这日本人哦需要间隔哦，啊，你要甲日本人做生意，爱卖物件互日本人介意。伊发现讲，贸易哦，你话郑成功到台湾了，伊才发现讲，因民政，伊才发现讲贸易个重要，所以伊就开始决定，台湾的糖哦，是较早荷兰人趁足侪钱的，安尼咱嘛来做糖。所以老国宪伊就对福建引入来竹蔗，竹蔗应该是毋是红甘蔗对啦吼，红甘蔗就是咱进外口咧食迄个红甘蔗，伊应该就是咱进咧迄个，因为树竹啊安尼嘛，青嘛。哦，所以伊家叫竹蔗，哦，啊，佮请这制糖的歌手来改良技术，好，这就是较早一直到清朝，这拢是旧式的糖铺，所以1683年到1895年是属于清朝的时代。好，迄阵是台南上界青营的所在，啊，迄阵台南有三沟，三沟就是南沟、北沟甲汤沟。哦，南沟当然就是伊往南边做生意的，北沟就是往北边做生意的。迄沟就是同业工会，啊，比如汤沟就是糖业同业工会，哦，啊，大家拢做伙咧做糖的即个生意的安尼，哦，啊，台南上有名的就是李信兴，哦，啊，迄阵的糖是啥？用牛角石车来刻甘蔗，啊，才去交哦糖铺，哦，你共款你咧说啦，啊，糖铺去熬糖。去熬糖，啊，伊煮出来糖，就是咱咧讲的，较早咧食的乌糖，较即摆咱来讲着。好，所以古早的糖厂，咱就要进入另外一个主题啊。古早的糖厂叫做糖铺，咱有一句话讲：凡是走过必留下痕迹啊，凡是住过必留下邻居啊。哦，来改换做台语就是，你边啊行过，定定会留落脚趾啊。啊嘛。这个阿写毋对去啊，还是爱随改，无我爱袂记。这个阿爱用这字。好，老狗把挂落树哈，啊若大过百年就会留落厝边啦吼。所以你咧甲我讲汤铺，啊古早做糖的所在叫汤铺，你哪会知证据伫啥物所在？好。有图就有真相，这就是古早的汤铺，伊就生做安尼，吼，这是翕相的哦，啊，就是你看，伊拢用天然的即个材料，比如讲顶悬砍迄就是马草，哦，啊用竹啊，安尼，哦，啊做咧，这上惊火啦，吼，这火烧了拢无去啊，这是讲咱台湾较早伊的汤铺啦，吼，伊的汤铺安尼，这是高雄啦，吼，旧式的汤铺安尼，好。哦，啊，这是迄个册内底，哦，这较头前，这个就是汤铺，哦，伊就是咧刻糖的，甲甘蔗用石车甲刻糖的，伊后壁迄间厝就是咧煮糖的，哦，咧煮糖的安尼，啊，伊较远的所在，这就是甘蔗，哦，所以伊即张图内底就是咧讲甘蔗收成的时阵，哦，啊，甲甘蔗摕来汤铺遮刻甘蔗，阮拢台语叫用刻，哦，较即摆互大家看。刻甘蔗，
客甘蔗了再去熬汤糕，熬汤糕了再煮到变糖，啊，这个糖就叫做乌糖哦。所以这汤铺就是安尼来哦。哦，你看，伊就讲啊真清楚，这叫汤铺哦。啊，这就是迄个大布棚哦，啊，伫遮内底客甘蔗。好，啊，这剩的这个甘蔗叶啊，啊，这是咧熬汤的厝哦，啊，这咧收成甘蔗哦，这就是清朝的时阵咧做汤的情形安尼哦，哦，真费气啦吼，啊，无怪这个汤会遐尼贵啦吼，这毋是无道理的安尼。好来，哦，啊，这是这是迄个甘蔗，伊这个客甘蔗就是安尼，而且。哦，啊，用两台石车，啊，甘蔗对两台石车的顶悬，甲伊塞入去。啊，即嘛牛，哦，这是水牛还是赤牛啊？哦，啊，着甲这迄个白，哦，啊，甲伊放伫安伫个后壁像犁安尼啦，啊，牛着去拖，哦，啊，圆安尼拖，啊，拖伊着安尼刻，啊，甘蔗着去互迄石车刻啦，啊，着捞接出来，哦，这就是这刻甘蔗，咱第一叫咧刻甘蔗。对啊，而且迄个客甘蔗哦，啊，你会当入内底，嘛会当入外口哦。啊，后壁这就是这牛的肚啦吼，后壁这就是甘蔗哦，啊，这就是两台石车，啊，这就是甘蔗，下好的甘蔗哦，啊，这就是牛哦，用牛咧吊，安尼牛较有力嘛，咱人迄个无力，这石车足重的呢，哦安尼，所以这个动作叫做客甘蔗，客就是这个就客。我挤你，你挤我安尼啊，啊，华语炸甘蔗，哦，咱第一个客甘蔗，阮遐地方讲客甘蔗，啊，这就是石车啊，复古的啦吼，哦，佮家己迄个，佮家己迄个摕来遮，阮台南这所在，大家拢有，你拢会当去看到这石车啦吼，哦，就你去后壁清寮，哦，你也去踅踅，你嘛会当看到石车，哦，有一个所在会展览的，哦，展览石车的所在。伫咧《淑女养成记》啊，哦，《淑女养成记》离较庄外，遐有一个所在，我有去过上啦，但是迄上毋知囥对去啊，哦，好，啊，你看哦，就打过往的单雷就是吴景如啦吼，单雷顶个月打过往俩真无彩啦吼，啊，伊是麻豆人，好，啊，麻豆就有汤厂诶，哦，啊，伊诶作品内底就阿春无做啦，贵人阿嬷啦。啊，乡树宝记啦，伊咧写是种台南诶代志啦吼。啊，伊就写一篇我上爱读诶文章，我就咱类除了乡树宝记，这就是要了解北部族诶嘛吼。啊，你若要了解台湾人诶个性，你就要来读这篇小说。这篇小说叫做李石头诶古怪病。李石头就是咱伊咧讲咱台南人，台湾人啊吼。好，你看哦，伊诶第一章。伊册这篇小说，伊拄开始伊就安尼讲，水窟头好风水，满斗阵出高人。这个水窟头伫倒咧，就是即马关起来的首府大学啊，首府大学边仔就是水窟头。啊，首府大学即马已经变台南市政府的行政中心其中之一。啊，伊就安尼写我念互大家听，伊讲伫古早咱台湾先民开发的艰苦时代。有一位中国唐山来的地理师来到台湾，啊，伫麻豆这个所在，慧眼看到水窟头的风水，田青青，水绿绿，心内惊一跳。啊，明明这毋是普通的所在啊！伫遮将来台湾人得要出皇帝，咱到尾来讲阿扁也就是安尼，因为阿扁也是住伫西庄，西庄虽然伊的行政区是属于官田，不过伊着甲麻豆连做伙，就是水窟头过过，就是西庄啊。哦，所以人讲，哎呦，这个地理师够厉害哦，这老师厉害哦，吼，果然在迄个麻豆这所在出皇帝就出阿扁啊，这个总统啦，吼。后来这位地理师转去中国了后，偷偷啊走中国皇帝，讲台湾人要出头天啊，家己做头家，吼，迄中国上大的头家真无欢喜，这皇帝出皇帝，哦，要跟我拼生理，我绝对袂使，假无义，哦。为着麻豆百姓方便，命令带水窟头起一条新桥，或者水窟头桥，嘿，这条个伫咧，啊，就是你要入去首府大学，哦，爱经过这条水窟头桥，啊，照地理师的指示，
将水骨头的风水深深挖开，骨路歹啊，又搁袂放心。另外用72粒的大石头，搁36粒的大石车，哦，你看伊拢9的倍数嘛，哦，好啊，呆住遐，啊，互伊永远袂翻身，哦，啊，这就是咱要上课进行，我甲咱姊啊，哦，咱迄个馆长姊啊，哦，你讲台湾的书写方式，我就是上介意即个汉而并用，就是像单位咱即个老师伊所写，哦，用安尼。就是讲来稀疏的部分，就是用罗马字来写。我感觉这是上好适合咱台语现主时的书写方式啦吼，互大家做参考。啊，伊的大石车就是这个，就是这。所以你若去水骨头，伊佫有摆这个石车伫遐，互你看。哦，石车就生做一款的吼。好，这若来讲，毋是阮台南人，你可能就较无了解。好，啊，我特别互大家了解讲，阮台南足侪佫有坡的地号名吼，比如讲。南坡伫阮兜边仔尔，吼，阮兜有一区田，佮行过就是南坡啊，哦，啊，伊是属于关田区的，这关田哦，毋过咧读关田哦，人田店，你读出来是关田，虽然你写关田，毋过你读做关田，哦，好，寮仔坡，哦，到阮兜啦吼，东就是南坡，南就是寮仔坡。哦好，啊来，这叫做坡夹头，这坡夹头就是离五庙遐迄个所在，哦，伫阮兜就是往西就会拄着迄个坡夹头，这迄个以阮兜做中心，这3个距离拢平远，哦，若骑脚踏车5分钟，啊，四六坡就是安业这个所在，离我的母校迄个黎明中学。附近呢，哦，有一个东四里，啊，伊就叫做四六坡，啊，为什么叫四六呢？凡是就是讲伊迄汤坡内底有个摆好，哦，啊，伊就叫四六坡。啊来，香樟坡是伫西港，大家毋讨误会哦。香樟坡毋是讲两个姓张的人，伊这张是量词，这个张是量词，它就是两座汤坡合做伙伫迄个庄头。所以就甲迄个庄头叫做香樟坡，哦，啊，过来旧坡，吼，旧坡就是旧的糖厂，表示迄个所在真拢无啊啦，哦，个所以迄个新坡去啊，所以这个所在叫新营，啊，你嘛知影有新营嘛有旧营，旧营就是伫迄个新营要去咸水，哦，迄个所在伊就叫做旧营。好来，有图有真相，对不对？哦，这就是南埔里，哦，啊，这中央就是阮兜。这条道理对翕的，这个就是阮中央上有名的一间庙，叫做鱼港尾天后宫，就是妈祖庙。伫妈祖庙的头前的路标，就是这个哦。啊，因为佫入面就中央嘛，啊，伊就是中央甲鱼港尾、猫港尾交界的所在。啊，佫东哦，就是西就是阮中央啦，东就是南坡啦。哦，啊，我就走去南坡啊。哦，我有参与迄个所在，哦，伫南埔迄个所在，好，所以走遐翕，啊，毋过迄个地标就无去啊，就剩即个指标，哦，只讲南埔即个所在。好来，寮仔埔，当然遐就是寮仔埔，就是迄个遐有寮仔嘛，啊，就是咧做汤铺的嘛，所以就甲咧做在叫做寮仔埔，即地号名拢佫伫诶啊，哦，伊就是你若麻豆甲关田交界的所在，就是寮仔埔。哦，迄带遐拢油啊，啊，佫拢连角，哦，这个所在袂歹。寮仔埔甲南埔嘛伫边仔尔，因拢合做伙啦，这几个所在，哦，所以表示迄带遐糖业足发展的，所以迄带遐尾仔糖厂当然就去遐。其实这寮仔埔啦、南埔啦，伊的边仔就是即卖中药糖厂，所以这就是有伊的地理甲历史的渊源啦，吼。所以这个寮仔埔，这个埔吼，你用注音输入法好像打不出来。拍袂出来咧吼，啊，因为我是用台语输入法是有啦吼，安尼好来，哦，这就是五庙，这迄地号名找无啊啦吼，但是遐有一条桥，伊就叫做坡夹头桥，就表示这个所在你要，这个所在就是坡桥头遐起的一条桥，哦，这条桥遐入面就是五庙啊，大天府五庙，哦，这拢是阮台南的历史啦吼，这个历史。
啊，这个大天府，这个我庙边仔就是曾文龙宫啊，曾文高中啊，即摆改做曾文高中啊，咱们高中这是男士，这是满道的男士，咱今仔无要讲这啦，比如讲迄个嘉联邦，就是监理站遐就是北市，咱过来四六坡，就是东市姐姐，四六坡我就安东里，这路边去用弄一个去一家去啊，这是嘛是安怎弄的安尼？四六坡，还有一支车牌啊呢，这就是我若对我进上课的所在要转阮中，我若无爱徛耳朵摆，我无爱驶车，我就是坐这条的，这会当直接到阮兜，伊这停的所在，伊就叫做四六坡，好，来香肠铺，好，伊就讲反正讲林香肠铺。我去翕相的时候，我发现讲，遐有新起一排饭厝，迄间饭厝会甲大家介趣味，因为伊只有一间剃头店，伊名叫做伊就剃头店，剃头店伊就写铁这个字，各位老师，你就知影讲为什么伊要写剃头店？这就是咱台语变调的问题，因为本来是剃头店嘛，剃头店的剃就是第三调嘛，第三调变调伊变第二调。所以剃头调，结果这个剃是做喉音，就是 H 的第四调。咱嘛知影，做喉音的第四调，伊变调伊嘛变第二调，所以这嘛谐音梗，这嘛是谐音。所以就做者剃头店，伊感觉安尼较趣味。其实伊我相信这个头家，伊知影爱这个头家这间厝就是新加坡5至6号，这饭厝嘛饭厝头一个规排拢是5号嘛。还是第6间嘛，伊这是边仔间嘛，5至6，表示这栋饭厝去6间嘛，这是因兜的门牌号码嘛，因兜咧剃头的嘛，所以剃头店咱讲剃，就是4H 会变第2调，第3调嘛变第2调，所以伊就产生这个谐音，听起来是共款的，剃头，所以理头发剃头嘛是剃头，剃头嘛是剃头，这是安尼来的，好，再来。香肠铺这就是旧铺，旧铺这个所在有这个地号名，毋过我才骑脚踏车入去，无翕到门牌，旧铺好，这就是伫咧新兴国小啊，新桥要关起来，新桥迄个叫铁线桥啦这是台19线，你就拢会看到这旧铺，安尼，所以这就是阮迄个所在，阮兜迄个所在，拢是汤铺，所以伊就留落来足侪地号名。好，过来，咱即马就要来讲一句，阮遐常咧讲的，汤铺若重，空气就芳。汤铺开始，因为煮汤伊是有季节性的，伊大部分拢是差不多要挖秋天，要挖寒人开始，甘蔗收成了，送去汤厂，所以汤厂伊毋是规冬拢咧煮汤，无，伊有季节的，差不多秋冬到春，这个像进都无啊，进迄个汤厂无进汤厂咧准备咧维修迄个机器，咧维修迄个厂房，所以进汤厂的大块烟筒，伊是无烟的，伊进是拢停的，拢停的。好，春园寮区伫咧插甘蔗、种甘蔗、咧照顾甘蔗安尼，若汤铺开始叮当，空气就芳，就是讲伊咧刻甘蔗的时阵，较早旧式的无，即摆新的是拢迄个什么啊？烧水就甲淋落啊！这我为着要上这，我去问阮小弟啊，因为阮小弟啊，佮伫鲜花糖厂咧做工课，所以我就去找伊啉茶，就甲伊问安尼我就讲咱上鲜花若咧铺咧冻的时阵，我拢闻着甜甜的味咧，伊就甲我讲，你的味就是迄甘蔗刻甘蔗的时阵，为着要互甘蔗迄个甘蔗汁，佫会当刻较清气的，所以因拢是加烧水的。烧水加入咧汤汁内底，当然伊芳气就走出来啊！即摆伊要流入去迄个对啊，伊要流入去结晶的时阵，迄个芳气就走出来。所以迄个铺落咧冻的时阵，你即摆咱台湾就剩2间尔嘛，台湾剩2间在做汤啦，就是迄个鲜花汤厂，也加好尾汤厂。咱中华的老师，你就会当去好尾；咱嘉义台南的老师。你就当来鲜花，铺咧冻的时阵，
你来品迄个香味，吼，迄个甘蔗的香味。啊，你若想要了解，先了解迄个香味是啥物，你就去买一块冬瓜茶，啊，甲遐个点点煮，啊，鹅炒伙打，迄个味就是葡萄的味啊。哦，简单讲就是安尼，因为汤泡若重，空气就芳。啊，哦，你看这就是开始咧煮汤，啊，伊烧火鼎嘛，烧火鼎当然伊就有烟嘛，哦，伊就有烟。像较早阮台南这附近，阮中野、阮下野附近拢除了汤厂以外啦，吼，抑阁有就是庄仔窑，像六甲就迄个庄仔窑，哦，啊，阮下野嘛有庄仔窑，哦，你看，大成公司沙糖事业部显化厂，哦，94、90，你看为什么会跨年度？伊就是秋冬到春天嘛。所以就跨年季啊，伊有啥物像 NBA 球季，就 NBA 球季伊是跨年季啊，跨年季，所以你有啥你就知影，94到95年，这堂开工典礼，用台语讲就是铺东啊，哦，铺要顶东啊，安尼吼，哦，四字真清楚，显化糖厂，哦，安尼，哦，无讲白贼，啊，好来学台语，铺东，啊，好学铺倒红东，安尼铺哪无变调？因为这是属于主谓结构，主语无变调。第一个例句，铺东啊，阮爸佫爱去糖厂做几节工啊？几节工就是回社工。阮爸毋是在野，阮小弟也是在野，阮新妇才是在野。但阮新妇是咧，伊是考入的，啊，伊考糖厂的考试，啊，伊当然伊是咧做管理土地啦，主产的部门，啊，主产的部门。所以你也问伊糖安怎做，伊就毋知影。哦，伊就是台糖的总公司伫成山路，啊，伫成山路迄个分区条迄个有近啊，所以阮兜足侪糖厂人，就是安尼。我足侪同学，然后伫糖厂，因为迄阵糖厂伊的建教合作的迄间学校叫南光，伫新营南光中学，啊，伊有建教班，建教班就是你毕业了，你就是会当伫糖厂食头路，吼，好，安尼即句 OK， 糖铺东哦，主谓结果，好来。再过来，刷落去有一句，即句俗言语，你若毋是台南人，你就无了解啊。伊叫做赤坎糖二四蒸，即句有啥物意思呢？赤坎社，咱即个讲的哦，赤坎楼，伊会叫做赤坎楼，是因为迄个所在是较早希腊也赤坎社因住的所在啊。所以当然有人甲伊讲哦，因为赤坎楼是红色的厝遐，所以甲伊叫做赤坎。事实上应该较好的讲法是即个啦吼，就是讲大湾即个所在啦吼，安平即个所在，安平是地心港共改的嘛吼，因为地心港因兜是安平镇，啊，若无较早迄台湾湾嘛，台湾湾就是台湾嘛，吼，啊，伊还有一个社叫做赤坎社嘛，赤坎社是古早台南北部西拉雅伊所住的所在啦，因为气候甲土质真适合插甘蔗，啊，阮拢讲插甘蔗哦，嘛毋是种甘蔗哦，叫做插，哦，后来汉人移民来台南。就甲伊改良驾境，哦，就是咱头仔讲诶，迄个明正，哦，明正伊就是汉人嘛，哦，改良驾境就是得食，开始做糖，做迄糖就是乌糖，哦，因为赤坎这个所在生产量上介大，所以甲伊号做赤坎糖。啊，为什么伊二四蒸？伊其实伊重点是后壁即个二四蒸，它毋是头一个赤坎糖。安怎讲呢？哦，伊这二四就是谐音梗，去走着谐音梗有无？哦，伊就是两世人二世的谐音啦，吼、哦。啊，即句俗言语是咧考死查某人，啊，写做乌个歹啦，哦，啊，你就准你用开两世人的时间，你来伪装，你来化妆，哼，你嘛是像赤坎糖遐尼啊乌，哦，其实赤坎糖嘛无好看，哦，啊，即摆咱看图就知影，哦，啊，这就是咧考死查某人啊，所以咱华语有一句话嘛，讲了有道理啦，吼、哦，一白遮三丑啦，吼、哦，所以皮肤来白，所以咱女老师哦，逐日拢爱贴面膜，哦，就是感觉白就是水啦。不过，迄是一般社会大众的看法。在我看来，毋管你生做乌，生做白，你的皮肤生做安怎，人你若热情，你就是上水的，就像阮台南图安尼吼。因为你人啦热情，啊，你不是笑头笑面，看久就亲缘，你就水啊，安尼吼。所以即句话参考就好啊。参考了哦，你了解伊的意思啦吼。比如讲，咱若生做较乌哦，你若拄行过，你就听到迄个人讲，哎哟，赤坎糖二四蒸，嘿，可能就是咧考试。
你就甲伊讲吼，啊，我伊讲啊，赤坎糖甜蜜蜜啊，我就生做较乌尔啦，啊，不过人我心像赤坎糖遐尔甜呢，哦，安尼伊就无会讲啊，哦，甲化解起来，哦，赤坎糖李细增，这个赤坎糖啊，哦，阮台南抑个这头家抑个起一个博物馆咧，哦，伊就是咧做这个赤坎糖，哦，啊我有去看过啦，我倒毋是去博物馆看，因为我较早阮有校长，我有同学朋友，伊是伫阮台南的即个南华啊，即间校要关起来，叫做迄个，伊叫啥物国校啊？香港袂记一个吼，伊是南华哦，啊，即间国校叫瑞丰国小哦，啊，我就去找伊，啊，迄个所在迄个庄头其实人足少啊，毋过迄个庄头上有名就是咧做啥？咧做赤坎糖，就是咧做乌糖的，这哦好，啊，这就是用即个甘蔗哦，这阮叫做水蔗。啊，用这个甘蔗，啊用茶，柠檬茶，用酸仔茶去烘，哦，做出来糖有够好诶，对身体真好。比如讲，你咧啉咖啡、黑咖啡，你莫掺白糖，你掺这个赤坎糖，赞啊，滋味好，这真啊袂歹吼。后来，安尼毋係講袂了咩？切入第二趴，新式嘅糖廠囤地機，糖業帝國食甜甜，這食甜甜意思講吃到甜頭啦，哦，賺足濟錢嘅。哦，安尼好，咱就進入第二趴。咱台灣新式嘅糖廠，第二任啊時代哦，上蓋濟有43間，阮獨阮台南就佔9間，所以莫怪台南嘅甜蜜蜜。哦，你看這個比例介懸咧，哦，台南，而且府城無哦，府城無糖廠哦，攏是南營，就是原台南縣，我就是南營嘅人嘛。毋過我佇府城讀冊，啊，我佇府城教冊。啊，我人兩個所在走來走去，哦，所以對台南對糖廠，阮兜個糖廠人，所以對這我就有淡薄啊，這是我生活日常，所以我就利用這機會，來甲大家探討。比如講，咱台南的製糖會社，因為日本人甲公司叫會社，所以阮爸攏講我要去會社，哦，我要中亞會社呢。好，啊，迄陣日啊時代，伊叫做丸里，丸里啊讀做丸里哦，啊，這就是互大家。互大家講這個原理啊，毋是，這是原理。迄原理是時數原理，迄原理。這原理就是較早顯化的具體號名哦，所以較早曾文熙嘛叫做原理科哦，這是安尼來。好，即嘛現出是個老咧，就是第一間原理製糖廠，第二間玉製製糖廠哦，玉製就是即嘛拄好有酸仔節哦，酸仔節即禮拜要結束啊，各位把握機會。隨煞去行看看咧，就要去買酸仔。哦，今年酸仔比你較貴。哦，本來即有較俗啊。哦，本來打出來時愛問一斤100外箍，真差不多剩50-60。哦，啊，你當去啊，食迄個食酸仔冰。哦，後來第三間車路墘就是即賣仁德糖廠。第四間三坎店完全攏找無誒。哦，因為伊就是上早可成科技，個某某，所以永康糖廠就是真完全找無啊啦。吼，一點啊糖廠的型都無，連糖廠的冰店攏無的，就是三坎店。三坎店遐就是永康啦，吼，永康迄個三坎店迄個所在。好，第五間就是中亞，中亞就是麻豆糖廠，伊是中亞，迄個所在叫中亞。哦，好來第六間就是小人，就是咱頭先講的上早，哦，迄個咱台灣開始做糖就是為小人開始的。第七間就是烏樹林，烏樹林離後壁，伊就是國際藍電迄個所在。哦，這伊當去遐行看看，哦，烏樹林伊閣有5分仔車，啊，烏樹林保存了上濟就是迄火車，咧控制火車的迄個所有的機器頭啊，哦，做較完整的就是烏樹林。真正糖廠哦，就是南港中國的邊啊，哦，愛進就是有5分仔車，坐5分仔車，毋是咧毋是咧交甘蔗5分仔車。哦，啊，你會當對新營坐，遐食冰了，哦，啊，坐去迄個八老爺牧場，遐啉牛呢，牛營，哦，遐攏咧飼牛的，遐飼牛上蓋濟安尼，哦，新營糖廠。閣過來，你若要看人咧翕電影的，斯卡羅的翕電影，迄就是華內，就是鹹水，哦，鹹水的暗內糖廠，哦，啊，伊本來攏拍上去啊，哦，啊，為着要翕電影，我去做一個電影城。哦，即嘛就是華來，所以攏全台灣攏做43間，台南就佔9間，啊，95、45，所以5分之的糖廠，就是新式的糖廠，就佇台南，
所以无怪台南的空气拢甜蜜蜜哦。啊，各位可能对台南无解释哦，大家看伊的地图，我就是住在遮，在阮兜，我是下仔人，所以你看阮兜边仔有几间糖厂，咸水的华内、新营庄厂哦，嘉里，伫阮兜骑奥多摆去到遮15分钟，骑去到中野，骑奥多摆差不多5-6分钟，骑去善化，甲嘉里差不多8分哦。好，所以你看阮兜不时就会当闻到迄个糖的香味，所以住伫阮下营，毋那跋筊下营尔哦，嘛足甜足幸福的。好，啊，较远的就是玉井哦，啊，迄个仁德是阮台南上界南边的哦。仁德过无偌远，就是咱台湾第一间新式的糖厂桥头啊，高雄的桥头安尼吼。啊，上早无去的就是永康啊，好，这鲜花糖厂的盐淡科哦，啊，真还搁咧做糖的，就是鲜花糖厂。好，啊来哦，这就是玉井，这旧的咱拢旧的啦吼，旧的玉井糖厂哦，咱普通的糖咧翕这吼，安尼较有迄个感觉哦。啊，车路墘糖厂即嘛变石鼓哦，较早有一段时间就是石鼓打击乐改水了啦哦，啊做一个文化园区哦，迄搭遐嘛足适合大家拄啊结合迄个基米博物馆哦，这车路墘啦吼，结合基米博物馆，大家会当去遐做一日游，安尼袂歹哦。好，啊三坎店就这就是旧的，啊真拢无去啊，啊真完全找无啊啦吼。啊这是中亚伊的工厂拢无去啊。工厂部拢无去啊，但是伊的行政区、伊的宿舍，这间就是行政中心，啊，搁伊的宿舍，哦，整修甲有够好诶。迄份日拢有人去啊咧游糖厂啦，糖厂啦吼，啊咧做手工艺，哦，啊足侪人香山啊，哦，啊为着倒伫遐咧困，哦，有够赞诶，所以各位会当去中亚即个所在，食冰免讲啦，吼，迄一定有诶啦，吼，迄糖厂。啊，所以你也去中亚糖厂，真正是会当伫你遐啥物代志拢莫做啦，就倒伫遐，啊，足侪囡仔伫遐耍，你就发现讲，这就是咱要卖生活，敢毋是咧吼？好，啊，大概了解一下，啊，有闲一定爱来行看咧吼。啊，小人的糖厂，伊即马甲仓库拢做足侪展览，哦，足有名展览拢限用伊的仓库，哦，啊，伊当然嘛有咧卖冰，啊，伊头前就一排办聚会。哦，啊，学像啦，就是坐5分仔车，啊去看伊内底的迄个5分仔车，你要安怎控制5分仔车信号啦、啥物啦，吼，你学像啦，啊，除了去看兰花、去买兰花，这是学像啦，糖厂，哦，啊，新营糖厂就是坐5分仔车，坐去啉牛奶，哦，这新营糖厂，啊，华内，哦，这较早我还佫会当入去的，哦，啊，即嘛即台车迄个起一个，你要看电影。你就去华内，啊，是说去咸水，哦，月丁港，哦，去遐行看咧，哦，这你也安尼哦，你就感觉哦，住台南是足幸福的啦，吼，足幸福的。来，哦，啊，这较早5分仔车，我读国中的时阵，还阁是即个小土团的5分仔车咧，哦，啊，阮黎明，阮的教室的边仔差不多5公尺，就是铁骑仔路啊，哦，伫阮的围墙，阮教室边仔伫围墙，啊，阮教室就是贴近围墙。啊，佮边仔就是铁骑路，啊，坡东的时阵哦，伊火车拄啊到阮校的时阵哦，伊遐就有一个标志，叫伊爱鸣，就是你爱迄个哀啦，哀就啊，我就听着迄个声，阮老师就讲，来甲窗仔门关起来，因为小土团，迄乌烟会走去教室内底，啊，若无逐个面拢乌麻麻，这是我读国中的民国63年，啊，我已经无细记甲我年纪讲出来。民国63年，哦，我12岁的时阵，我去读国中的时阵，哦，啊，佫有即个5分仔车，佫是小土团，一直到2年，就变食油的啊，吼，啊，真这就是新营糖厂，哦，伊甲复古，甲这胜利号，就是较早载人的5分仔车，哦，这载人客5分仔车，哦，互大家了解一下。好来，小解台糖的产品，哦，迄二级糖。就是讲，你若要煮的物件红红的、色地真好的，你就用二刷，因为伊一粒一粒，伊是结晶了。为什么它不写沙子的沙？因为伊是结晶了，一粒像正方体的迄个形状，所以它叫做砂糖。哦，这个刷就是爱用迄个十字旁，爱二级
伊毋是讲甲糖乌糖煮了变二级，二级佮做了变特沙，毋是安尼。伊是迄较古早伊个糖厂，伊是譬如讲好买负责做二刷，因为伊结晶个物件无啥共款。啊，譬如叫做即鲜花，鲜花伊做的就是迄个特刷，一级砂糖叫特刷。啊，伊个色质是安尼，色质介水呢。你像阮兜咧吹甜粿，就是用二刷，所以甜粿吹起来就是咖啡色的。啊，你若是用特刷来做甜粿，伊做起来就是白的。就是讲你这糖是啥物色的，伊做起来甜粿就啥物色的。啊，我拢惯去食即个咖啡色的，所以我较早阮兜咧吹甜粿时阵，迄就是拢用二刷，好来，啊，这个特刷较幼，啊，伊个色白苍苍，这个特砂，伊个特刷。再来，糖粉就是讲伊结晶啦，若结了无介水开，伊就甲这结晶较无好个糖，摕去甲伊迄个捏好嘴，就是变糖粉。咱咧食迄个，咱咧食润饼。咱食润饼就是放糖粉，放糖粉安尼。啊是你咧食果子，有人嘛是惯势放糖粉，伊就是结晶无瑕疵品啦，瑕疵品了，伊瑕疵是结晶无好，毋是讲糖无好，结晶了无水，爱着去，就亲像咱咧食芳有无？咱咧食俗芳，迄个打切落伊外口迄两边有人无爱食，爱着摕去做迄个啥物啊？来加水去做面包粉，同款的道理嘛。这叫做我物件物尽其用嘛，后来这冰糖嘛是结晶无够好了，我规气搁摕去做另外一种结晶，伊就是咱咧讲的，咱咧嫁出来时阵就是用冰糖，冰糖甜甜蜜蜜，煮物件，你像咱咧做肉燥饭，你咧控肉燥，阮台南的咧控肉燥的肉燥一定爱放冰糖，互迄个物件会甘会好食。这就是冰糖，拢是按结晶的，这拢新式的咧做的，好，伊的副产，就是讲伊做出来的物件，鸡仔冰，台糖的鸡仔冰好食，安尼，你若想要买，你会当甲我讲，我寄互你啦，你若甲钱汇互我就好啦，安尼，正港的台糖的鸡仔冰啦，好，这内底就有写伊的配方，偌济啥物物件爱用偌济安尼，你看。台糖甲往来，因为阮关庙往来上有名嘛，这台糖嘛是做往来你看这较早是好野人，还是破病？你食袂落，这较早是你人若破病，你要迄个去甲伊看的时阵早这台糖的往来真啊赞的啦，台糖往来安尼往来罐头，这看得会流喙烂啦来，你看上好，这是玉济糖厂做的。玉济糖厂做的竟然咧做抽糖啊，搓乐啦，搓乐，阮遐人讲个这抽糖啊，你看，就你会当去托嘛，一届5块嘛，你去托看卖，内底也有山仔干，玉济就是新山山仔嘛，迄个叫往来酥呢，80东就是有82条，迄个牌啊啦，抽一届5块呢，这应该是。较现代啊，较早我做囡仔时是1块1抽啦，就是愈侪东就是表示这溪啊愈大个安尼啦，往来酥啦、山仔干啦，抽糖啊啦，台糖拢甜蜜蜜，你有发现无？甜不不的搁一个钙醋味，这是阮4、5年级生，甚至6年级前半段，你肯定捌食过健素糖，健素糖啦，叫健素糖。其实我无爱食这个物件，但是学校拢规定阮爱食咧。你看，伊个广告，药补不如食，药补不如食补啦食补结晶大贡献，伊就咧讲健素糖健素糖本来是咖啡色的，囡仔无爱食，所以伊伫外口过一个迄个糖衣，伊就变各种色地的，伊就无共款的口味，又有苹果，又有葡萄的，草黄的，安尼好，伊就去请囡仔去食嘛真是阵有人讲健素糖就是你互猪仔食，其实嘛毋是啦其实嘛毋是安尼啦你看这是阮4、5年级生的共同记忆啦伊的广告就是安尼教某食了阿母笑安尼所以你看
哦，伊敢若真好用安尼啦吼，袂歹啦，哦，啊，这酵母对咱身体袂歹，虽然讲，因为伊是咧副产的，副产就咧做饲料的，叶糖毛咧做饲料，爱是家一间工厂，啊，所以有人来讲，哦，恁咧做，要互猪仔食物件，你互人食呢，其实毋是安尼啦吼。好来，啊，这就是我建议你啦吼，你若去咖喱也好啊，去中也好啦吼，啊去新也好啦吼，我感觉这味袂歹食啊，因为我袂食鸡仔饼，但是我一定会叫这是我翕的，我一定会去甲买一后这来食，无讲介大后啦，嘛无算少啦，这后偌济互你摇，摇地上你是后安尼吼，签我的名，我去纳销，好，这后45块啦，45块啊，红豆牛奶冰啊，哦，较紧诶，咱个剩8点钟尔。咱来讲第3趴，安尼差不多啦。糖的苦涩甲控精，咱头仔讲甲糖甲味甜，不哩个也毋是。所以有即是讲，大家食甲糖甲味甜，啊，毋过对炒甘蔗来讲，甘真正是糖甘味甜。所以糖有苦涩甲控精啦。大家上解清楚的是啉事件嘛。好，啊，大家上解，你若讲到甘蔗。你第一个，咱咧上台语嘛吼，你第一个头一个想到诶台语、俗谚语，应该就是即句，因为大家若有想要拍字啊，毋好安尼伤慢啊，就是第一讲。咱先来讲为虾米第一讲炒甘蔗吼会写崩，真艰苦啦吼。炒甘蔗，因为阮兜有炒过甘蔗，所以吼爱经过这几个迄个程序，才有好的甘蔗通好收成。第一下正种，下正种还才长，才长。啊，一支爱半年，甘蔗爱半年，啊，差不多1公尺，无到1公尺啦，差不多1尺，就放一支，较稀咧。稀咧了后壁查甫就爱热签啊，咧，啊，甲甘蔗炒啦。啊，你炒的时阵爱注意哦，伊的肉，迄甘蔗的肉，伊后盖要生甘蔗迄个所在，爱往顶悬咯。你莫往下底，我颠倒边伊都好地头入来吼。所以都大部分都卖毋着啦，啊，甲炒去要连顶悬吼，啊压水下肥吼，啊这叫做炒甘蔗。即摆甘蔗伊咧大诶时阵，伊蔗壳你爱甲伊摘起来，安尼甘蔗较袂有糖，因为伫咧肉诶所在蔗壳伊有迄个伊会有甘蔗诶天敌，伊有糖，啊，尼白，啊，你爱去来摘落来。迄软牛角内底世界艰苦诶，我摘甘蔗我拢做过，啊，去过来甘蔗会收成一啦，爱去炒甘蔗。甘蔗炒来了后，迄个虾迄有筋，甘蔗筋爱下蔗筋。咱的书店内底有一个词叫做迄个蓝甘蔗，蓝甘蔗就是下蔗筋。阮姊啊，阮大姊头伊加我10岁，伊打国校毕业的时阵，伊就是去咧下蔗筋的，叫下蔗筋好。啊，斩蔗尾，迄蔗尾就是了牛蔗的，甘蔗的最尾端，伊叫做蔗尾，会甲伊斩起来。搁过来，迄个蔗筋了后，你就爱下甘蔗，捆甘蔗，下做一捆一捆，啊，你话放去牛车顶悬，啊，牛车用吊去蔗行，蔗迄个贴去你迄台车，就是迄个5分蔗顶悬，安尼好，啊，你爱有人去遐顾，啊，若无人来走来偷抽，啊，搁有走有报警啊，种就是，虽然阮兜是咧炒甘蔗，但是阮兜袂当食家己炒的甘蔗，啊，毋过当会偷叶1、2支，报警啊，就保安警察，伊就会来抓，啊，就会来约，所以走互报警啊约，这是阮细汉的时阵咧炒甘蔗，所有的现象，这就是咱若咧学台语的时阵，这用罗马字来写无就煞拍，就你看下甘蔗、炒甘蔗、摘蔗壳、炒甘蔗、下蔗筋、蓝甘蔗，啊，搁过来斩蔗尾，会记你斩蔗尾，蔗尾甜甜迄牛足爱食，伊安尼剥。下甘蔗、高甘蔗、过甘蔗，走互报警啊约。咱来看这，这就是蔗种啊。确实咱若放伫顶悬的，就差不多拢即边这。蔗种就是安尼，你一支甲下落来练就是安尼。好，啊，这来糖又去培养蔗种啦，啊，伫到战后过来了后，咱的成本愈来愈悬，啊，机器愈来愈旧，袂好，所以足侪咱的糖是进口的。这是鸡丝头啊。这鸡啊，你嘛鸡啊，啊，这支蚵啊，
蚵仔就是蚵一空落，啊要甲甘蔗插入去，就是用这个蚵仔，哦，因为伊这有玻璃滴的啦吼，啊，所以我咧翕的时阵，伊会反光，就歹翕的。啊，骨仔就是这，啊，你骨仔，啊，你会当用骨的，甲涂骨头霜，啊，乌落，甘蔗甲插落，所以咱这叫做迄个炒甘蔗。啊，这是咧下架筋呢，哦，这个咧下甘蔗咧烂甘蔗，啊，这是咧下甘蔗，好，啊，这个定价遐，定价哈就像安尼，所以你甲定甲这规支甘蔗拢无价好啊，你甘蔗就出水啊，伊就袂伤害。这叫做定价哈，哦，啊，这个下甘蔗，哦，啊，这个涨价买，这个有价买，这个人甘蔗，啊，有的人摕咧涨价买，所以你看贴入牛车顶悬的拢无价买啊，啊，这个赤牛啊，啊有水牛，所以荷兰人，咱台湾的赤牛啊，不，咱台湾的水牛，咱台湾的赤牛啊，就是荷兰人为了要种甘蔗，啊，对帕塔维亚、对印尼，迄个传来咱台湾的，啊，地心讲为了要种植。所以地心讲是甲水牛传来咱台湾的吼，啊，这就是牛车啊，过来伊就甲伊交甘蔗哦，啊，这交囡仔伫遐抽甘蔗，抽甘蔗，伫咧度啊，这驶五轮车就伫遐讲啊，交囡仔，因为五轮车速度足慢呢，啊，在阮同学咧坐五轮车偌好笑，因为阮内面边仔都有一个车头，啊，阮住伫大内遐同学拢是坐小火车，所以伊拢比咱较早下课，哦，啊，因来讲哦，因坐小火车有那些。坐到迄顶悬无便所，啊想要便所，伊就先走来放白的，啊再搁用走去喐，佮你讲喐袂着的吼，哦，那车速度无介紧吼，这已经食柴油的啊，这毋是食土炭的吼，哦，这条道真明显吼，咱咧讲阮高机啊，就爱搁贴去顶悬，吼，迄个头抽甘蔗，啊，这就是即马就是机械菜的啊，所以即马你无才调去头抽甘蔗。因为已经用机械，伊就切到一搭就正正安尼啊，所以你嘛无对去头抽啊，啊，即马拢无用五分仔车，即马拢用拖拉机咧载啊，好，哦，啊，这就是我即张图为了即张图翕要介水啦吼，头底过个啊，啊包覆筋，啊手龙徛夯，我毋知影这叫做徛夯啊，阮兜讲叫做徛夯啦吼，伊夯我袂晓写啦吼，所以袂晓写你会写罗马字嘛。啊，肩胛头举一支猪头，吼，这是咧甘蔗，不离过，伊这甘蔗是红的，吼，但毋是迄个咱咧做糖的迄个甘蔗，吼，对，这是咱咧写甘蔗迄个甘蔗，吼，阮兜叫大颗红，因为较大颗，吼。后来咱上尾就来讲有关系的即个上干语，第一句话就是第一讲炒甘蔗互火车帮。哦，这日本人来台湾了后，伊开设新的这个制糖的火车，日本人甲公司叫火车嘛，吼，火车甲农民采用客座的方式，比如讲就阮兜种柑仔蜜，阮柑仔蜜要啥啦？咧要可可蜜啊，哦，还是统一啊？阮遮有两间嘛，伫新市甲建华有两间咧做，啊，伊嘛是客座的，哦，你甲伊客座就是讲，你种的柑仔蜜来交互可可蜜，啊，你若甲统一的，当然你就交互统一，互伊做柑仔蜜汁，啊，柑仔蜜汁安尼，好。啊，采用客座方式，如果甘蔗收成哦，你会交互火车，火车就汤厂去帮，哦，啊大帮是大帮亲，是放伫咧汤厂内底，啊甘蔗农看袂着嘛，伊嘛袂使看，哦，啊那蔗农免来知影你交偌济甘蔗，啊就顾在火车我白花嘛，所以蔗农就自我调侃讲第一讲炒甘蔗互火车帮，啊吼，其实你也搁较理解的啦吼，像阮这弟仔伊伫汤厂内底，伊了解讲其实啦吼，你农民就讲汤厂算互农民的价钱，毋是你的甘蔗的重量，毋是讲你甘蔗偌重，我就互你偌济钱。比如讲你甘蔗一斤10箍，啊你若1000斤一吨，我就互你1万箍，毋是安尼。伊是按照你交去的甘蔗，客糖做糖了后，啊，比如讲你100斤的甘蔗，做100，比如讲你一吨1000斤的甘蔗，你做100斤的糖，啊，其实这个糖哦，因为是火车做的，所以55%是糖厂的，所以伊会互你45%的钱呀。哦，啊，你做的过程当中，伊成本的损失，哦，啊是讲你人为的操作了去的，
伊拢甲你算伫个，伊个成本拢算伫个农民的身上。所以即句话毋是干那咧讲社会，毋是咧讲迄个糖厂黑白甲伊放，就讲伊在伊放的，毋是安尼意思，是伊个咧做糖迄个过程当中所算失去的成本，落算伫农民的身上。所以你有可能本来你恁兜搞起的甘蔗做糖了后，你分转来可能剩40%，话搁较歹，可能都变30%。所以农民会感觉足袂好诶。不如个你甘蔗插落，伊就敢若回社有法度做糖尔。你要讲你要甲这甘蔗摕去卖互别人，咱嘛食袂遐济去，所以就乖乖交互回社。好，咱来讲这重量诶问题，伫糖厂内底就流行一句俗言语，即句俗言语是安尼讲诶。咱就来讲，这就是赖和伫二林事件了后，伊就写文章，这就是咧讲，伊就为农民发声嘛伊讲弱者哀求所得到的赏赐，当然是刑役、摧残、压迫弱者的劳力所得到的报酬，就是雕像，就是买卖，就是谴责，这是赖和写。伊讲国五下的牺牲，国五提供了牺牲，这是偌尼困难诶。因乖乖接受，互即个毋免报酬的牺牲，变做有偌大的公益安尼。伊就是讲，伊拢甲你歌颂啦，其实拢是徛伫农民的血汗顶悬啦过来，这国五牺牲，偌公益安尼，这是共款的嘛这偌好，替咱迄个第一讲插甘蔗，互回社帮，伊用文学的角度，伊用文人的角度来替农民发声。伊所写的即个文章，就是第一讲插甘蔗互回社帮的一种感受啦好，回社内底佫流行一句话，叫3个里长徛起哩无100公斤，这就是插甘蔗互回社帮。你看无嘛？金两在回社的人去处理嘛，所以毋才有即句话。即句话就是安尼嘛。3个里长徛起来无100公斤，伤下嘛啦。咱一般人的体重啦，平均尺嘛有60-70公斤嘛若正常人50公斤就算足瘦尔所以啦3个里长啦佫偌瘦啦徛起来帮，嘛无可能连100公斤都无所以这若毋是帮仔问题，就是顾在换帮仔的人黑白记，是讲这新式糖厂就不是发生的代志嘛。所以即句话嘛是第一讲。插甘蔗互回社帮的证据，3个里长徛起来无100公斤，来，佫刷来去。伊讲老师你会当读看卖，回社，伊毋是回社油伊长句爱长句对回社油若水，回社人若鬼，若回社查某咧，若大若水，好，伊佫有押韵了好，这啥物意思？你敢知？阮小弟仔甲我讲即句话时阵伊就问我讲：你敢知这啥物意思？回社油若水，回社人若鬼。这我小可知影啦因为回社的人，你就离迄糖厂内底，因会感觉讲，迄工课分配迄个无平均啦顶悬的人拢会叫因做一寡迄落因应该无合理的代志啦像安尼。回社油若水，就是迄公家的嘛。你就甲尽量甲用，这我会当理解。但是第三句我就无啥了解回社查某哪大哪水因较早阮姊嘛有去做过回社工因哪有伊敢有哪大哪水？我就无了解，不过伊就甲我讲安尼。阮小弟仔解释。伊讲这是流传伫战后的台糖的俗语啦油若水，就是用油若用水真讨济啦。就是讲这公家的这油就是资源的，伊无一定是油啦伊意思就讲安尼用油咱用水安尼啦因为公家的物件你袂扣实回社人，伊讲的就是回社的头人啦，领导干部啦。
你心肝哪贵啊？咱台语有一句话嘛，穿甲水水啊，装甲水水啊，心肝哪贵啊？伊共款的道理嘛。你做人头人的人，你无好啊照顾员工，结果你利用这个资源，利用你的职权，黑白母嘛，好，所以伊就是利用职权黑白母，所以讲社会会社人哪贵的，会社人哪贵的安尼，黑白母啦会社查某就是铺动了，因为你平时糖厂有免遐济人嘛，这铺动了后，足济工课拢爱需要足济人，你无可能一档拢甲这人请来所以伊就是临时工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咱叫做贵职工，嘛叫做会社工啦你即马因为有查某的嘛，入了就说较水的，会社工顶时就看到就足欢喜的，就家足疼惜的，这你半暝这工，伊拢家排班拢排日时的啦工课就拢迄落较轻松的食好做轻课啦，无不是家叫来遮，本来是贵职工是绝对拢欠你工。迄个工厂内底袂欠伊行政迄边，就甲叫过来行政这边啦食好做轻课安尼，免讲嘛，伊就哪大哪水嘛，这是一定的道理嘛安尼所以即句话就是咧讲会社内底所以到尾伊会了钱，这嘛是原因之一嘛你公营了，你私人的袂私营的了，伊讲效率毋过你比国营的了，比公营了就发生即款代会社油哪水，会社人哪贵，会社查某哪大哪水这是一个，你可能咱咧听即句话啦这会社人甲我教。好来，佫有迄阵感谢袂当黑白抽黑白食对毋对？你去用抽去用掠着咧，其实这是报警啦报警甲你掠着的时阵，伊的惩罚规则就是安尼，一支放你去，两支拍得去。3支罚1百二，这个阿文就是讲20仔时代啦，战后佫战后啦，国民政府啦接受台糖嘛拢实施这糖的保护政策啦，为着要确保这糖的生产为原料甘蔗的保护特别严，原料甘蔗就是甘蔗啦，伊要做糖的甘蔗，伊毋是迄落咱咧食迄落甘蔗大颗红啦，毋是啦，红甘蔗毋是这原料甘蔗咧做糖的叫原料甘蔗啦。为着避免百姓私底下偷食啦，特别规定啦，你若偷食一支好啦，一支无算济嘛，放你去啦。两支咧就拍得起啦。其实得起讲嘛，袂使会听啦你甲你警告一下落不然个你若偷食3支就罚1百二啦总伊毋是安尼啦。其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啦譬如讲甘蔗爱交糖厂，毋过你的食客是会当家己客转的。所以较早阮兜的人拢是甲甘蔗藏伫咧食客内底，食客客，而且交了后，甲食客再转去厝里，你会当做印草因嘛，拍个打印草因嘛，较软的所在，就是讲袂打去的时阵，就互牛捕嘛，所以你就甲甘蔗插伫内底安尼，报警伊袂来甲你检查啦，伊嘛知影你可能会偷送1、2支啦，就伊嘛是人其实伊嘛无讲迄个会甲你足严不然个你若规背，你规背在顿就袂使规背伊就去来约安尼，所以你若要讲走报警约，其实头拄仔句就是即个意思啦好，所以即个记好啦，1支放你去啦2支就拍得起啦，3支就罚1百二啦好，佫来上尾啦上尾就是讲你偷抽甘蔗你就逐个食甲野啦当然无可能互你食甲野啦即句话是为着要押韵嘛你恁农民种的甘蔗按照规定拢爱交互会社去做嘛，所以你啥物人拢袂使偷食，你家己的嘛袂使偷食啦不然个嘛人会去照价定也是误分吃运送甘蔗的时阵会偷抽来食，所以偷抽的甘蔗逐个拢食甲足爽的这就是迄个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同款的道理。你感觉偷抽人的甘蔗，就食了介爽阮兜炒甘蔗，阮就安那做矛盾的啦。比如讲，阮甘蔗用牛车载去价定的时阵，拢爱留人遐顾，伊就拢叫阮2、3个囡仔，阮咧这辈兄哥甲阮，阮去阮若要炒甘蔗，阮若要写紧，阮就伫遐顾。阮伫遐顾阮兜诶，已经囥迄个
迄个5分车顶悬的甘蔗，啊，你著怎顾，无人会来偷抽安尼哦。啊，毋过哦，佫愈新鲜的，就是其实迄是一个趣味，你知无？结果私底下，阮会走去5分车去来偷抽人的甘蔗，所以我讲做矛盾的啦，我叫顾价定。你感觉偷抽来的甘蔗就是足趣味的，哦。啊，其实这讲起来就是白目啦吼。比如讲，阮虽然足善，啊，毋过哦，阮会摕1箍2箍的吼，伊放伫铁机仔落去顶悬咧，5分车铁机仔落去顶悬，啊，有咧火车交过了中间更空，哦，啊，就撑线，啊，就变一种玩具安尼。正常起，迄犯罪的呢，迄叫做毁坏国币，哦，迄个叫做毁坏国币啦，吼。啊，不离个，你看，因为阮台南遮有甘蔗，啊，有糖厂，有糖铺，所以语言是文化的底子，所以伫阮即搭遮就留了足侪甲糖、甲甘蔗有关系的语词、地号名、甲俗谚语。所以你有遮你会知讲哦，反正阮遮个话，你去讲互家人听，哦，你去讲互乡村人听，伊会听无啥有。原因真简单，因为伊无迄款的生活经验，啊，阮遮就有即款的生活经验，哦，好，所以咱到尾啊，要剩5分钟的时间，咱煞一下话尾咧，哦，就是讲台南土黏贴贴啦，啊，台南糖可上介甜啦，吼，台南人上热情啦，吼，台南地就万世基啦，吼，哦，所以既然台南土黏贴贴啊，就欢迎大家。来阮台南，尤其你毋是干那去看古迹尔，啊，你若会当2日，哦，你若要来看糖厂啦，吼，你一定爱2日才看会了，啊，你第1日你先来府城，哦，啊去车路墘，啊，搁去迄个奇美博物馆，了后车驶咧去玉井，去啥啊？玉井的糖，哦，这是第1日，啊。你若迄暝，你着当去带新娘，哦，啊去带新娘，你袂使来带阮下啊，阮下啊无女侠，有啦，迄足细间的女侠，哦，你会当去带新娘，哦，去带新娘了后，才去找我头甲你讲的糖厂，安尼2日，你着知影台南土黏贴贴是啥物意思啊？好，安尼咱今仔日就讲到这遮，罗啊多谢，咱即嘛甲时间交互咱阿姊啊，吼，咱请个阿姊，好，多谢。啊，自好，好。足欢喜吼，咱我应安怎讲，咱老师讲啊，实在是我感觉敢若看到伊吼，讲袂煞，实在讲是2点钟，实在是无够热。你看伊按伫心肝底安尼笑出来吼，你著看伊对即个土地，对伊的生活，对细汉甲大汉，啊，伊嘛会去偷迄个。甘蔗吼，其实这我拢足熟悉吼，我嘛是台南人，我拢知影，这足侪故事我拢足熟悉。毋过吼，我对头先在讲台南到底是安怎吼，结果拢迄个鳝鱼面，结果到尾也遐出现吼，我感觉我若想到台南，就是想到鳝鱼面吼，我若转去一定爱去食鳝鱼面吼，所以实在讲。台南有太侪物通甲大家介绍。我是想讲对老师的足侪感慨的重点，除去咱熟悉咱的背景、咱的历史、咱的语词咱的文化、咱生活的样式以外，其实咱知影语言其实是展现着咱所有的生活的一个。足好，啊嘛足水，足亲的一个天词。我咧想讲，咱希望逐所在拢会当安尼有安尼的介绍吼。我相信大家对咱家己的土地，迄个感情绝对是切袂断的啦吼。我非常的多谢。我相信咱所有老师，我头讲看，迄坡仔安尼拍啊规线拢直直来吼。我是想讲，咱即款的机会其实是真好，嘛期待大家会当通保守吼。大家你看笑眯眯，抱我声迄认识吼。毋知有人要讲话无？
无吼，可能敢有人举手？我想应该就是讲，期待以后搁较济即款的机会，啊，请大家继续咱即个暑期的中间，逐礼拜三的早时啊，拢有咱即个机会，我想大家会当做伙来分享，啊，除去咱的老师，其他各位真济大先细先吼，拢欢喜将你所感觉啊上温暖啊上好的物啊，会当分享互大家吼。我想若无其他即个举手，咱就叶老师要直直在学了吼，讲足多谢吼。好咱今仔时间就到这，期待咱后礼拜再会。稍等一下，稍等好。迄个各位老师，你若买即个 PPT， 你寄 mail 互我，吼，我再寄互你安尼，吼，无你老师你安尼写我记袂起。OK， 好，所以咱这希望讲，咱做啥物？我咧想讲，是毋是咱将这物啊，咱原来甲出版起来，毋知好无？但这老师毋知感觉安那吼？我买寄咱基金会啦。好，我是想讲这，其实有听到人，是福气。无听到人可能因为感觉，甚至可能甲偷骂吼，所以我想讲吼，设法我想来设法来甲伊用来出版，毋知逐个人意见安那，恁若有意见，拜托互我，恁若赞成，我一个信息，互我知影讲恁拢赞成吼，然后咱若准出去无人需要，安尼嘛无采吼，若有需要，就逐个会当做伙来迄个支持即款的工课，互逐个人拢有一个纸本，拢有一个电子版吼，安尼逐个方便。包括咱的迄个 PPT， 包括咱会当传出来，或者是用迄个简易本嘛，不要紧。我是想阮后壁再来说法吼。以上，真欢喜，多谢，多谢大家，我早餐2点钟，好，多谢，再会，好，再会，多谢，阁有人看甲感动啊，流目屎哦，足好，足济吼，真多谢黄老师，多谢。